综合报道。电力产业过去认定讲是传统产业，也毋过因为近零排放的趋势，再生能源甲电力管理人才正欠缺。工研院甲业者合作，提供奖学金，望讲会当鼓励愈侪人来投入相关的产业。来自家己无前读大科大电机所的周家俊，研究再生能源甲都能系统，加入电网的系统维护，得到工研院优秀学生奖学金。伊高中读电机科，对于写程式本来就有兴趣，大学阁接触到电力系统分析软体，所以就进入电网系统的研究领域。我是家里人，然后因为我们其实附近都还蛮多再生能源，就是太阳光电啊，慢慢的就是往电力方面，觉得这方面算是偏传统。但我觉得就是稳定。工研院甲产学界成立电网发展联盟5年来，已经发出500多万奖学金，鼓励优秀的学生跨入电力产业领域。应用发电净零是世界各国重要能源政策。观察转型期间，业界更加需要的是跨领域电力人才。在能源领域跟其他领域的界限也越来越属于灰色地带，不管是在资通讯或者是在一些半导体的一个产业上面的一个对跨入能源都是相当的重要。能源管理的系统哦，那这些其实在台湾这边哦非常的缺啊，特别是电力的一个人才。工研院分析，根据国际能源总署预估，到2030年，洁净能源产值会增加2倍。预估伫全球创造出数百万的就业机会。电力产业已经未过是以早的团散，包括都能充电系统，也是电力市场交易，拢会加做新兴热门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